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对不起小周啊？我跟你说啊，第一，有我们直属领导欧阳排长为我们撑腰呢，默认了啊。第二，我们这么做，也是因为对夏主好啊。干吧，开始。不让你偷钥匙吗？我们怎么能干小偷小摸的事儿呢？这东西开锁没问题。整，快，慢点。马上，有人。小周，这件事儿呢，是我让他们去做的。然后呢？对不起啊，夏周，我是为了你好。你知不知道这句"我是为了你好"害过多少人？行，算我多事。我没想这么多，我只是站在排长。见习排长。行，见习，见不见习不重要，你也别把我当排长。我没当。夏主，你要这么聊天就没意思了。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一班长，到。坐下。为什么不考学？这是我的事。就因为失恋？私人问题我可以不回答。行，那你现在能懂我当年为什么是那个态度了吗？我发现你这是打击报复啊！我这是打击报复吗？我这是感同身受。夏周，你这么优秀，我入学的时候你怎么说来着？你说在学校等我，对吧？我没有毕业文凭，我要读2年，你呢？你只用读1年，就能带上这样的领章。你现在算什么？算1级士官。夏卓，你别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行不行？这部队不是你的游乐场，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我没有把部队当做游乐场，我要是把部队当游乐场，这门票也太贵了吧？欧阳，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关心我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战胜过你。这和考学有关系吗？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不公平。领章不一样，不代表能力不一样。哦，那夏卓，我要提醒你啊，聪明可不能吃一辈子，会消化不良的。自信也不能吃一辈子，会营养过剩。行，其实我一直在想，怎么才能打败你。那你想出来了吗？当然想出来了。你就是不敢面对你自己，对吗？你就是不敢面对你爸。你说什么？你就是不敢面对你爸。这是我的私事。哼，有意思。咱们俩又换了位置。咱们现在谈的不是这个，谈的是行了。你要是解决不了你的事情，你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说服力，一切免谈。哎，怎么样？刚才还行吗？差一点儿，但也说不上差哪点儿。我觉得行。
他脸皮薄，就你刚刚的尺度，刚刚好。我就是怕他回头跟我说，你爱考不考，反正我不理我爸，那我怎么办？不能吧？不至于油盐不进。他做梦应该都没想到会被反杀。我觉得就我们3个人琢磨他一个人，他还能逃得了？谢谢黄医生，谢谢啊。黄医生已经同意帮助我们，让欧阳俊走出这一步。那好事儿啊，咱们就可以积极配合，啊。夏叔，不是说你啊，你自己还在十字路口呢，怎么给别人指路？我的事情你们就不用操心了。那天我听了他的演讲，我觉得很好，真的很好。我觉得他离成功就差这一步。行，那就按帮忙说的，我们积极配合呗。现在啊，主要是得好好想想你跟梁洛的事儿。哎，你们真的觉得这个事情能够困扰到我呀？是，主要你跟梁洛也都这么多年了，我们也都清楚怎么回事儿。我们也就是替你担心。对，你就别强颜欢笑了哈，难过你就跟我说说，啊。我可没有那么难过，我也没有强颜欢笑。我就是在想啊，我希望我在进军校的时候，我的对手成为一个阳光开朗、不再包裹自己的人。兄弟们，一个人好，那不叫好。哎，行，那我们就陪你演出戏呗。莫，你现在是这个。我早这个了啊，我都快雾化了。哎，我今天是第一次打心眼里，很佩服他。不管怎么样吧，除去战友的名分，我们还是同学。你们说我连天安门都开过去了，还有什么地方过不去？哎，那我们接下来实施什么计划？快说说。像欧阳俊这样的人啊，你不能让他觉得是你在帮他，你得让他觉得是他在帮你，然后在他情绪的制高点，咔嚓，完成一记反杀。夏卓，送你4个字：不明觉厉。我也送你4个字。梁东咋办？我也送你们2个字：散会。估量的损失时，你哭了。他说最遗憾的是，
没能请你吃一顿火锅。火锅？吃火锅。他说，没有比一个孩子在外面受到委屈之后，吃上一顿家乡菜更能慰藉心灵的事情了。没问题。下次我要见到黄教授，我请他吃。吃不上了。啊？吃不上了。为什么？他走了。他走了。夏卓，我没爸爸了。我特别后悔。我特别后悔我对他的所有认知，竟然是在我帮他整理遗物时，看他的日记才知道的。他是个天才，绝对的天才。可是他却不知道怎么跟家人相处。而我也愧对心理医生这个职业。我现在才明白，人生没有解不开的心结，尤其是和自己的父亲。可是这种成长真的太疼太疼了。那黄教授的追悼会什么时候？他怕给大家添麻烦，一再的要求组织不要开追悼会，一切从简，简单到连讣告都不要发。他说，如果有人问再说，如果没人问，就不挨个通知了。小时候，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妈妈，我就问我爸：“妈妈去哪儿了？”他说：“妈妈变成天上的星星了。”我说：“那你也会变成天上的星星吗？”他说：“会，每个人都会变成天上的星星。”我说：“白天没有星星啊。”他说：“那就等他变成星星的时候，告诉妈妈，他们晚上变成星星，白天就变成天空中的白云。这样，只要我想他们了，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我抬头，我就能看见他们。”我说：“那爸爸，你什么时候才会变成星星呢？”他说：“等他变得像阿婆那么老的时候。”我说：“那好，等我也变得像阿婆那么老的时候，我就也变成星星，去找你们。”
我听易子梦说，你想把考上军校的消息告诉你爸，用了很多种方式，不过都失败了。我知道，你们在这件事情上一直都很帮我。我想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跟你爸之前一样，录一段视频。我觉得这样比打电话更亲切，比写信更温暖，比面对面更能开得了口。不管我们是否接受，我们都在试图帮助彼此。我们也感受到了作为战友的温暖。之前我们一直帮助你，是想看到一个最好的欧阳军。其实之前录视频这个事儿，我有想过，可是我想到别的方法了吗？那就不用想了，这个就是最好的方式。为什么？因为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只有来不及的后悔。什么意思啊？我们之间对你的帮助，最应该感谢的就是黄文医生，他让你走出了第一步。最近黄文医生的亲身经历，给了我很大的感触。他怎么了？黄文医生的父亲，黄黎教授去世了。什么时候的事？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这个消息。黄教授的去世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而对整个火箭军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损失。而对黄文医生来说，他父亲的去世带给他的是无尽的自责，还有悔恨。他们俩之间也有很深的隔阂，有很多的误解。他们之间差的是一句话，一个勇气，一个人在后面推他们一把，甚至是一个微笑。我只想说一句话：黄文医生已经没有机会了，可是你还有。不要永无止境地把事情拖延下去。当你无能为力的时候，你已经追悔莫及了。我们已经是老兵了，我不想替你做决定，我只能给你最好的建议。我现在就出去，这个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对的。爸，你好吗？我知道您来的消息了，但，哎呀，算了吧，既然这事儿过去了，那我们就再也不提了，行吗？之前是我做的不好，我其实有很多话都想跟您说，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不会表达自己。
对不起，爸，可能我自己还没有打开自己的心结。但是我知道，天底下没有一个儿子不崇拜自己的爸爸，也没有一个爸爸不疼自己的儿子。所以，我想从这一刻，我们重新开始，好吗？爸，以后呢，我定期给您打电话，也定期给您打视频，让您看看我。如果我军校有假期的话，我第一时间就回去看您。如果您想我了，也来部队看看我吧。我带您去见见我的战友，看看我的部队。哦，对了，爸，您看到了吗？这个是真的。我考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工程大学，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实现了您的梦想。爸，我给您敬个礼吧。什么时候走啊？一会儿吧。这次调回总医院，应该就不回来了吧？有缘就会相见。黄医生，你是个好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是亲人就不会分开，他永远活在我心中。你看，这导弹多美啊！我爸在去世的前一天，还在设计着最新型的导弹。他把这一生都交给导弹了。这就是当年我和黄老一块捡修的车。黄医生，等我一下。这上面还有他的签字。后面怎么打算？继续当一个好人。一班长，这次长途拉动一定要确保装备万无一失，都给我检查仔细了。都好了吧？好了，好了。二班长，哟，呵呵，一班长啊，那。哎，我说，这次你们班可落后了。谁说的？嘿嘿，怎么还不服气呢？当然不服了。
副服也不好使。以前保养装备这一块全领域我第二，第一那个姓夏，现在姓夏的走了，我不就成第一了吗？你是吹牛第一吧？啊，谁承认你第一啊？谁承认夏卓第一了？嗯。下去可不行啊！咱们这5分钟已经落后了，我差劲了！你别担心，我跟你说，这个不是我的强项。一会儿断那个木头，我第一个上，你跟在我后面，我一定把咱们的总分给追回来，啊！行，不用了，加油！等一下啊！干什么呢？啊，没事吧？报应！你待的怎么样？不是说集训队待3个月吗？提前回来了，你又骗我啊！是啊，你回来也太快了，我给你写的歌还没写完呢。行了，我们还有比赛呢，快去！哎呀，不用比那砍木头，每次我都拿第一嘛，不然一会儿就给你追回来。哎，你们俩干嘛呢？夏卓，欧阳俊，啊，这是我们新来的连长。啊，报告连长。战阵连军官夏卓、欧阳俊向您报道。你们好，我叫于恒，我来接替吕征做你们的连长。将来的工作，还要你们2位多支持啊！一定支持。连长，老连长啊，我有那么老吗？连长，连长，你们2个臭小子，报！哎呀，来，瞅什么呢？过来抱抱！行啊，离我远点，哪都有你天天的。夏卓，你小子变结实了，欧阳俊长高了，行，挺好。旅长和政委回来见了吗？报告连长，连什么长啊？作训科长。哦，报告吕科长，
还没有呢。行了，跟我去见一见吧啊！于恒，哎，咱俩过去一趟啊！好，继续，走吧。是。哎，连帮，你们俩干嘛去？做媒呢？你俩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没干完呢？嗯？啥事儿？买木头。啊！哎呀，哎呀，木头呀，老拿第一没啥意思。这小伙，我给追。配什么？去。是。真香！这今年的新茶，我自己啊都没舍得喝。就等你们俩回来，咱们一起喝啊！绝对是好茶啊！这可都是压箱底的货。我来这么多次，谁也没给我拿过呀。是，你是没喝上，你哪次空手回去？你看你，珍惜啊，珍惜啊！别拘束啊，都坐下。是。政委出去学习了，临走的时候还特别交代，说等你们俩回来，务必请你们俩吃顿好的。旅长，不用了。其实我还挺想念连里的饭。对，还有张班长大包子。巧了啊！今天全旅上下都吃包子，就是为了迎接你们两个回来。张班长啊，从昨天就开始准备了。你说你们俩出去1、2年，回来怎么就变生分了呢？啊？你们不知道，你们连长和指导员现在都已经调到旅里了。吕征，作训科长；少帅，宣传科长。2次跟我提转业，让我硬给留下来了。刚才我看见了，于恒连长接替了吕连长。是啊，刚调动完。你说你们俩刚毕业回来，也得给你们俩安排个位置啊？啊？哦，对了，这于恒同志当你们连长，你们没有意见吧？没意见。哦，那就好。哎，你说谁当这个副连长呢？你们俩刚回来啊，不了解情况。全旅上下干部啊，刚刚做了一次变动。之前呢，你们啊是战士，这次回来，今天身份不一样，是军官，抓紧时间适应新的身份。对，老吕说的对。至于这个干部安排的问题呢，新的尽职尽贤的年轻军官不多，可是自主择业和转业的有不少。咱们战士连呢，正好空出一个副连长，还有一个排长的位子。按道理说，战士连虽然是连，可配置上一直都是高配副营，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副连长啊是战士连出来的兵，这样可以对连里的情况、对官兵的情况方方面面都比较了解，更方便配合于恒同志啊开展工作。所以呢，经旅决定，就从你们俩中间选择1名出来担任这个副连长，另外1名呢担任发射一排的排长，还是你们原来的排。哎，行，不用想那么多，不着急啊。等执行完动物动物任务之后啊，再想想啊，没事。哎，先别说这个啊。今天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先吃饭，好好收拾一下。明天有重要的任务要宣布啊。是。我安排车送你们回去。旅长，回连里之前，我想去趟旅使馆。咱们去哪儿？战士连德基库。
来，哎呦，这哪来的这是？这太可爱了，这师傅，你小子再不回来，我就该退休了，你知道吗？这不回来了吗？我看看啊，我看看，哎呀，中尉了！中尉同志，王显民向你报告。王显民同志到，礼。这儿。真好。我这刚报完到啊，第一个就来看你了。你少来吧，第一个，就剩我一个人了，我不第一谁第一呀？是啊，你说时间过得真快，都走了，都走了。传说中的4大长老，就剩我一个了。再过3个月到年底，我也退休了。这儿到头了。别坐，我给你倒点水啊。我来了啊，我来。哎，师傅啊，什么时候开始听京剧了？啥？这个老狼临走时留下来的，说等我想他啊，就听听这匣子里的歌。这哪有歌啊？除了大雪飘，就是俗不可耐的小苹果。小夏，这怎么回事？这是啊，我托炊事班张班长买的啊，陪陪你。嘿，我告诉你啊，什么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太及时了。我儿子老二，现在正学古诗呢。曲项向天歌。他就问我，说爸呀，说这鹅长啥样啊？我就上网给他找图片、找视频看呗。话说回来，哎呀，老大7岁，老二4岁，跟着我这个大头兵啊，哪儿也没去过，啥也没见过。答应他们去海南玩，好几年了也没去成，亏欠他们了。有点矫情了是吧？行了，不说这个，看看，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全是数字化的。哼，数字化挺好的，这样你就不用每天绕着这带具库跑了。是，省心了。哎呀，哎，小夏，哎，职位定了吗？哦，还没呢，我都行，听连里安排。你当然行了，我早就说你行。哎呀，时间过得真快，这一眨眼功夫，你都变成我领导了。不，您啊，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我师傅，我永远活在你心中，是吗？走，我带你到外面看看，你变化可大了，我告诉你。哦，师傅啊，更新了这么多东西啊？那是，这都是咱们自己安装的？不是，334旅。334旅？是啊，咱们是移防接管的他们的阵地，从最初的设计到后来的翻修，都是他们的工程部队做的。他们熟悉这儿的土木工程。有问题吗？啊，没问题，我就是怕他们泄密。行，兄弟部队泄什么密呀？泄密！哎，小夏，现在的活动室可都不一样了啊！不光能唱卡拉 OK， 还能录 MTV。真的假的？你不信啊？不信你我带你看看去。同志们，哎，听我说啊，左边猪肉大葱，右边牛肉大葱啊！这怎么都是大葱的呀？不吃包子有火锅，你省着偷吃乐去。给我来俩。哎，谢谢啊。同志们，跟大伙说一下啊，桌子上给大伙准备了新蒜，还有辣椒油，
吃多少盛多少，不许剩啊！哎，包子来喽！哎，我发现啊，这夏卓好像中尉的军衔更帅。在我哥们儿，别惦记。人帅还不让人夸呢。你喝水，喝水，喝水。来，喝水。哎，不好意思，我迟到了。你怎么才来啊？刚收拾完，还没见过吧？这2位都是咱们战士连的提干战士，夏卓、欧阳俊，刚毕业，今天刚到。这位是咱们新任的指导员，高松同志。指导员好，指导员好，我以前在发射团练当指导员，我们见过。对，刚入伍的时候，新兵营你还教过我们政治课呢。还认识？是啊，这一晃都4年过去了，时间过得真是快。对。哎，夏卓，你是哪年提干的？去年。哦，你们俩一起。啊，我是前年。啊？哎，你是高中生，你是本科，现在都一样了。对，都一样，都一样。我是刚来不熟。来，趁热快，来吃吧，吃吧。来，那个今天咱们连聚餐，我宣布3件事啊。第一个呢，是咱们战士连在今年的军运会全旅第1。好，当然，要是没有李安邦这小子最后拖后腿，咱们连这分数啊还能再高。我主要是太激动了，你知道吗？激动给岔气儿了都啊！今儿情况这么说，这要是放平时，你小子给我每天负重10公里，肯定是在劫难逃，知道吧？知道。啊，行了，坐下。是。这2这个呢，我来咱们战士连当连长已经1个礼拜了，这指导员啊是迟没有到位，今天也到位了，相信大家上午也已经见过了啊。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咱们战士连的新任指导员高松同志，大家热烈欢迎！等一下，今天呢，咱们这火锅啊，也就是借花献佛啊。老高，你可别说到咱们战士连来，没人管你饭吃。你小子还那么抠！哎，这3一个嘛，是咱们战士连的2位提干战士，夏卓、欧阳俊。如今学成归来，还带着中尉肩章回来的。现在这2位是咱们光荣的中国火箭军军官，虽然岗位还没定，但是这是咱们战士连的荣耀，是咱们战士连的骄傲。我希望咱们在场的每一位战士都能够向他们2人学习。很明显呀，这夏卓跟欧阳俊的人气是比某些人更高啊！你们吃吧，我走了。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是的。这么着，要不咱们让这2位新中尉给大伙儿讲两句。好。那我就先说，都是老战友了，我就不多做自我介绍了。我是从这里出去的，注定还是要回来报答这支连队，同时也回来建设好这支连队。正好咱们连长和指导员也刚刚到咱们连队里，我一定配合好连里的工作，真抓实干，戒骄戒躁，让战士连成为全270旅乃至全火箭军的模范。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的工作，谢谢大家。什么是连？在这1年外面学习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连就是自己的被窝，这种气息和感觉和味道，都是自己最适应、最舒服的。战刃连就是我的被窝。4年前，
我们来到这里，4年后，这个被套拆了又洗，洗了又拆，不变的是这个心。这个心很温暖，很厚实。这个心就是我念念不忘的味道。山里的空气，车库的机油，训练场的青草，当然还有食堂的包子。莲就是一种味道，家、男人、兄弟的味道。我很想念大家，谢谢。来，咱们今天正式开餐。这2个一样。想爸爸没有呀？想啦。想爸爸亲一下，亲一下，快快！哎呦，真棒！哎呦，这谁回来啦？我们家官人回来啦。回来了。看这架势，这是要打尖儿啊，还是要住店呢？又打尖儿又住店。哎，别动！哎，媳妇儿，1个多月没见，好像又漂亮了。一直都很美。还年轻了，我看。是吗？来亲一下。这是俗吗？洗手啊！忘洗了。赶紧洗手，洗手！好嘞，快点。就凭他，就凭他，嗨，真猛，差点忘了，你是计算机专业里的高手。这个代码很隐蔽，他在代机库网络服务器上执行系统命令。当他完全控制该服务器以后，造成的后果有拒绝服务、数据泄露，还有篡改网站。这个漏洞不需要任何前置条件，也不需要任何插件。这么说吧，334旅在咱们代机库安装了一个听命于他们的大脑，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必要时可以直接接管代机库的指挥。我知道这个事情很难让你相信，但这确实是事实。假如你说这些是真的，334这么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演习，赢得对抗演习。不应该。按理说，我们这么机密的数据信号，别说偷，他敢光明正大的用无线网去传输吗？这万一泄密，他长几个脑袋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他们不需要传输，只需要搜集。等他们完全控制该服务器以后，我们就一览无余了。还好这只是一个演习部署，如果要是实战，后果就很严重了。你等会儿，我马上去报告旅长。
这是我们连长特意让我给他嫂子带回来的。不是今天全旅都吃包子，你不知道啊？我们家属楼也吃包子，然后你闺女和你儿子就开始作，一个要吃饼，一个要吃面，这把我忙活成你们家老妈子了。赶紧吃饭，快过来。媳妇儿，我纠正2点小错误啊。怎么的？我们战士连的包子，馅儿大，肉多，不一样。还有第2点，就你不是我们家老妈子呀，你是我们家1号首长啊。哎呦，儿子姑娘起立，哎，给首长敬礼。别听你爸的，赶坐。还不成心儿？快吃。我发现啊，你现在这个嘴啊是越来越甜。就自打你们这老哥仨退休之后吧，你这满脑子全是含糖量。我这思想觉悟也不能停在原地不向前了，我也得与时俱进，对不对？有这话说。这样，我来时路上我就想好了，退休以后，我就带着你们娘仨，咱们就出去玩去啊，好不好，姑娘？爸爸，我们班的扣子他爸爸要带他去海南玩，看大海，人家机票都买好了。哎，不羡慕他。再过101天，爸爸就退休了。爸爸到时候带你们啊，去海南，去湖南，去云南，看森林，看大海，看大象。好吧。太好了。哎，闺女啊，太好了。你爸这个旅游啊，全在他这张嘴上。是。哎，怎么了？有任务。那你吃口饭呢？你拿个包子走啊！别动我了。班长，快点，出发！来。19时22分41秒，阵地发生了一次浅源性地震。根据国家地震台网监测，震源深度22公里，震级5.5级。我们已经做好了全员战备，调集全体阵地官兵，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检查。人员全部到岗没有？到。做好全面检查。是。目前人员没受到损害，设备正在检测中。但是震管系统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我们是震中。咱们的阵地不在地震带啊，这之前选址的时候都已经定好了。可是距北200公里左右，是地壳的侧人转换带。连长，报告。这是极其罕见偶发性板块挤压造成的，我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应该应付得了。应该能。怎么了？这是地震，你是地球啊，你能做得了主吗？那用不用我们的人过来帮忙啊？不用，这儿一直保密，你们来了帮不上什么忙。哎，老王，你来正好，你看。哎，赶紧的，一级检查。是。哎，王班长，到。外面电缆出问题了，你得跟我走。是。高标款，留进马贵阳。到。例行检查，我说话，我马上回来。回去。单体加固，风水内系统再检查一遍。人怎么样？正在抢救。什么情况？来。他让手动关闭阀门，结果被电了。
交给我。你们两个跟着他，不用。去查看其他地方是否违规。好，那你注意安全，随时做好接应准备。是，老高，跟我走。快，来人啊！把伤员抬到卫生队，快，动作快点儿！动作快点儿！报告，制氧系统没有任何问题，在全封闭状态下可运转1周时间。只是制冷设备无法全功率运转。一定要给我保证战斗区域的风水电正常使用，进入超级节能状态，减少消耗。是，降低整体温度。是。点了。汇报情况。报告旅长，地震发生后，我们马上启用了1级响应预案，发射车辆、保障车辆、转移车辆全部撤离待机库，并进行伪装前往备用库。整体待机库受损，目前正在评估，受伤1人现已脱离危险。目前正在进行风水电线路检查，发现受损3处，其中风洞2处、水路1处，电力尚无危险报告。报告完毕。我也是刚拿到国家地震台网的报告。这次潜源性的地震是2年前山体滑坡的延期爆发。你们看，2年前这里出现了非常微位移，在过去的几百年中，这里都是平静之地，这也是建造待机库的重要条件。你们看这张图，震中以北200公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2块地壳板块一直处在相互挤压的状态，积蓄了大量的能量，2个板块挤压释放，就造成了潜源性地震。虽然震级只有5.5级，但是震源轻，破坏力大，而且极有可能带来6.0级以上的余震。你们看，地壳位移之后，新的挤压带产生了，随时可能爆发隐患。我可以告诉大家，2年前山体滑坡之后，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居民迁移，并且将这里改成火箭军的演习场，而且不断地加大演习频率。这说明什么？说明这里已经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旅长，我可以这么理解吗？2年前的那场山体滑坡，已经让各位高层领导前瞻性地决定了放弃这个阵地，而改为演习场。这2年，我们在这个阵地投入的人力物力都非常的大。与其说这2年我们一直在进行加固演练，倒不如说我们一直在为这一天的到来而做准备。可以这么说。当然，除非这里发生更大的地质灾害，否则也不会轻易的放弃这里。毕竟不能因噎废食，杞人忧天。所以，第一，要确保人身和装备的安全；第二，要确保阵地和设施的安全。在新的板块没有发生位移之前，这里仍旧是战人连的阵地。人在，阵地在；人在，装备在。
夏卓，要不咱们去指挥大厅，到时候再说。我们还是原地待命比较好。师傅，现在有任务没有？没有，工厂大。是。师傅啊，你说这排风扇的外沿都是山壁，这水是从哪儿来的？是啊，我也琢磨呢，这水从哪儿来的呢？还有这个，这草能说明什么？这个草啊，就在河谷边上，它才能生长。这怎么会跑到代机库里来了呢？河谷啊，您是说277区域那个干涸的小峡谷啊？是。排风道下面的山壁，应该就是河谷的延伸地带。你看看，没错，碎石是塌方堆积的，水是从上游来的。师傅，你说的没错，这草啊就是从河谷冲刷过来的。是。王显民班长，王显民班长。王显民在，王显民在。班长，我是欧阳俊，现在接管无人机侦察。我已经收到了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现在277区、279区出现了大量山体滑坡和地震造成的地下水位急速上涨。你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地下就已出渗水点，我们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堵住所有通风管道，确保水流不会继续倒灌。王显民明白，漏电的问题解决没有？目前还没有，应该是地下管线的问题。收到，我马上回去，等着我。是。连长，所有通风管道必须马上堵住，如果水流倒灌就麻烦了。这是我的方案，你看一下。王显民呢？还在山上勘察。欧阳俊，走。从现在起，你被编入应急分队，马上集合，提前回去准备。是。去吧。能把测电笔发光奶管瞬间给烧坏了，肯定是500伏以上的电压，那肯定是高压电线出现问题了。可是这电线都埋在地下呀，这要是修起来啊，那代机库都得停机。那备用线路呢？无法满足峰值供电啊！这万一啊，我是说万一啊，万一要是有任务了，全瞎米了。那设计的时候没想到吗？想到了，他不是。算了，这个不能说。师傅，您是说树井的事儿吧？谁跟你说的？呼叫大龙，呼叫大龙。这是龙宫，我是齐峰亲家。大龙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不太好，有点偏，正在矫正。偏多少？不到1度。多长时间能够让大龙恢复正常？快的话10几个小时，慢了的话，如果地基出了问题，就说不准了。这样啊，12小时，我给你12小时，确保大龙能够出动。什么？不是吧？大龙要出动？执行吧。这个臭小子，升官了，脾气可长了。什么时候的事儿？10分钟前。接任过命令了吗？总部说，本来这枚弹加注燃料已经4年，即便没有这次地震，也到了必须要发射的时候。本来打算的是执行东林洞任务结束之后就发射，但是现在为了确保装备的安全和不必要的牺牲，
因此提前发射。我刚从战士连赶回来，那边待机库也忙翻天了。这个时候出了这么大的任务，目标地点标注给我看。是。这儿。立定，向右转，向看齐，向前看，向右，上去。战士连，行了，来不及了。到了，立正。同志们，时间紧迫，突发情况，否则我们也不会公布我们保守了这么多年的秘密。接下来，你们将看到的是270旅的最高机密，也是我们国家的最高机密。我提3点要求：一，只看不说；二，只做不问；三，以命相挺。假如今天我们能够活着离开这里，今天所有发生的事情，这辈子你给我放在肚子里，听明白了吗？明白。打开龙宫大门。是。确保吊装之前不会产生任何偏差。别管拍，走，抓紧抢修供水电。是。卫生员，马上和旅卫生队进行对接，确保随时救援。是。同志们，这是我们的国宝，人在，导弹就在，听见了没有？是。明白了吗？出发！跟我来，向左站，向左。你们两个跟我到作战指挥室，有新的任务。是。首长同志，下属望军带到。人到齐了，那我们长话短说吧。大屏幕上显示的是发射竖井的受损示意图。根据受损的情况判定，这次地表烈度不再加大的情况下，可以维持24个小时不偏斜。刚才我也跟基地的领导确认了一下，发射任务不变，明天上午10时30分准时发射。这次的受损情况，基地的意见是对加注燃料的弹体不适合吊装离开竖井。这不符合战标。一旦发生了地震，地面吊装的车辆也会牵扯到被吊装的弹体。简单的说，原来只是摇头，一旦发生地震之后，就变成了摆尾。所以说，我们只能抓大放小，确保发射。同志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万无选择。此时我们必须放手一搏。我们现在是腹背受敌，大自然这个敌人，从来不按常理去出牌。我们现在是树井受损，待机库也受损，这条裂缝纵深处最深的地方到了9米。9米什么概念？再往下一点儿，我们的电缆和光缆将会全部撕裂。作为参谋长，我希望你们此时此刻打起12万分的精神来，拿出你们的信心、专业，特别是勇气。无论发射当中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确保这枚导弹在树井里边不发生任何问题。接下来我要强调重要任务。第一，要尽快的恢复待机库的秩序，确保准点发射。第二，执行动6动任务小分队，必须马上出发，要确保安全到达。开始安全系数校对。哎，不是，能不能少点在那儿？哎呀，现在对时，倒计时10个小时整，没有问题吧？报告，我还没任务。报告，我们俩都没任务。好，那你们俩留下来，其他人回归站位。是。你们俩没有得到正式岗位的任命，所以我就给你们俩一个非常严峻的任务。你们看，熟悉吗？这是你们在学校和工业部门学习的型号。这次任务就是要检验此类型的武器在极端的条件下的生存和反击能力。我相信这次任务对你们俩来说一定是了如指掌。所以，我就交给你们俩带队去。报告，什么时候？1个小时以后出发。可现在我们正在抢修待机库，这么多事儿，打起仗来事儿还叫事儿吗？嗯。所有的命令我都可以执行，但是在我看来，定型是个大事儿，可是抢修更是个大事儿。更何况，你不是一直梦想着把新型的东风导弹亲手送上太空吗？现在机会来了。你在学院学的也是这个专业，还专门研修了这个型号，所以旅长和我的意见就是坚决执行基地的命令。你们把新型的装备开出阵中，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国家财产和作战装备。大部队正在向这里集结，人手足够用。你们俩要做的就是要完成好这次的定型测试。测试地点1411测试阵地。1411？334接管的测试场。对，你们俩快去准备吧。其他的人员和车辆都已经安排好了。是，保证完成任务。你们俩回去跟张彦兵说好，战备任务不要有情绪，听见没有？是，快去吧。林总，哎，怎么样了？大帮手来了。哎，怎么样？真没想到，咱们待机库居然有那么神秘的大杀器。你要是能想到，就不叫火箭军了。哎，欧阳俊和夏卓呢？来待机库就见了他俩一面，不知道干嘛去了。哎呀，刚接到连指通报，他们可是领了大任务。他和欧阳俊呀，去这个动6动极限装备测试去了。我天，跟极限能挂上钩的，这任务肯定小不了啊！就干好自己的活吧，啊，快！
傻了你！走，快走！你走，快！水下，快跟我走！不行，呼叫中控，呼叫中控，冷凝塔门禁失效，冷凝塔门禁失效。王宪民在，立刻赶到 A1区，立刻赶到 A1区。是。这边更要命。小夏，你去 A1那边处理一下，可这边两头都不能耽误。快去吧，这是我班长的。快去吧。行啊，我要到，全部。来，1、2、3，来，1、2、3，换救援服，走风道，快！是。停电了啊！怎么回事？这怎么了？停电了！报告，没有电源启动后5分钟过载。报告，冷凝塔温度过高，需要紧急停机。报告，待机库氧气含量下降率过快。报告，竖井及附属区域电力尚未恢复。安静！这是怎么了？不好，压缩器声音不对。坚守站位，我去看看，等我回来。我是吕征，我命令关闭1洞1、1洞2、1洞8、1洞沟路线路总成，启用小型备用发电机，打开垂直风洞，随时做好人员的疏散准备，检查单兵氧气瓶、液湿仪等野外生存装备，把所有的空调都关了，打开氧气喷射机，为待机库供电。降温的依次顺序为：燃料库、弹头库、计算机、冷凝总控总成。吕科长，主透风管道严重受损，出现深度裂痕。情况怎么样？撤离！是。看着没有？这上面就是冷凝控制室。这没办法，这要绝对程度啊！不行，冷凝已经泄露了，而且害氧力极低，这要是上去，会出人命的。哎，班长，我上，传过来。臭小子，毛都没长齐呢，跟我抢！班长，上面危险，我上！快！我这边，我是中尉欧阳俊，看好了，我是1级军师长。1级军长走吧，1级军长不是兵吗？黄启明，这儿背着我上，我跟你说话。走开！你出！弟兄们，什么别急，到这儿，快到这儿，快，到来，快放进，对，快！江里裂缝越来越深，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